总统蔡文展开3年有成的产业之旅头一站，去到新北市五股区的纺织公司，这生意结合高科技，拍出真好的成绩单。面对郭文特要阻挡林统组呢，提出时代力量。蔡总统讲要集合最大力量，团结台湾派，团结中华民国派。啊，若要安怎集合？伊讲会依照民进党中央的机制。 展开3档有成产业之旅，蔡总统第一场走访新北市五股陆鸿纺织公司，三结合高科技，在暗中会当发出无同的光。在第2季的经济成长率，我们是4小龙的第1名。除了纺织产业，台湾对国际发光，要安怎整合选战中的台湾派，或者是中华民国派？是不是要邀请日前宣布退出时代力量的立委林昶佐加入民进党呢？透过党中央的决策的机制来做。 另外，无党籍的官市长要阻挡，名选用蒋渭水当年所创立的台湾第1个政党的名——台湾民众党。蔡总统的面册讲到蒋渭水的名言：“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”在提醒，就是他们想柯文哲。台湾当然是台湾人的台湾嘛，说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也不为过。伊并无正面的攻击，也是希望会当团结台湾的力量，做伙对外。 中国停止境内47座城市发放到台湾自由行的签证。蔡总统伫推特顶面，除了用英文，嘛用简体字，讲这是真大战略错误。带走两岸人民交流管理，敢敢唔敢？无到一天起大约7万外按赞，引发热烈的讨论。